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家己有一对翁仔某，真无简单，才生一个气功婴仔，结果带入去某一间病院的产后护理之家，才短10天，这个婴仔就去翕视。家属调这个监视器，指控照护人员有疏失，讲互小宝宝家己听咧啉牛奶，啉完牛奶嘛无帮忙来拍下，讲可能就是安尼，小宝宝发生着意外。家属讲要讨公道，病院无回应。所以爸爸要喝奶奶的。双手抱用气功生落来宝贝囝，妈妈真温柔甲伊讲话，说想到带伫咧产后护理之家接10天的时间，宝贝囝就传出危险的代志。急救，他打了5支强心针，发现脑部全部受损，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我们后来才拔管。妈妈哭到规心碎去，想到宝贝囝规身躯插真侪管线，到尾啊嘛是去做天使，互家属这期归来中心。无认真的照顾。然后我看到监视器，我们家弟弟是躺着被喂奶的，然后那个奶瓶放在那个床的旁边，然后让他自己喝，而且喝完也没有帮他打嗝。7点多的时候，我弟弟有个大动作，可是没有人去查看他。这个案件查甫因6月13出事，因为欠酸素排喘气送到交护病房，出院了后带回来过日中心，不离个7月13尾阿嬷，甲宝贝囝塞东去红影色，过3点外钟就无咧喘气。经过抢救，虽然恢复性命，不过脑部受伤害。15号管线背掉过身，互家属无法度接受的是调监视器，发现值班人员敢若无用心地照顾，只能怀疑说他们是因为溢奶，或者是说他刚好在换气不顺的时候没有被及时发现。照顾的人如果早一点发现，是不是悲剧就不会造成了？家属痛哭出面，讲会找找法律，还有严正的交代。对这件代志，防止可能病院无回应，敢真正是因为照顾疏失。查某因是安怎汹涌断气，待个等司法调查厘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